到身口意清净啊，非常重要。因为我们造业啊，也一样，都是从身口意啊，造业来受苦。那我们清净了，就已经佛示现在凡尘。那么是一体三宝，经里面呢，有记载，说心佛与众生啊，三无差别，就是一样，没有差别。那么身口意清净啊，名为佛出世；三业清净啊，名为佛灭度。就已经佛涅槃了啦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身口意清净啊，非常重要。因为我们造业啊，也一样，都是从身口意啊，造业来受苦。那我